你感受一下失去至親嘅痛苦。你哋要救我！你累我8人到我世，我就一次過8人。我哋有風頭啦，好溫教授，你真係相當聰明，不過始終都係唔識。紅心煙嗰條我已經知道答案，係邊個字 ？Anitopiary， 我已經 search 過世界各地嘅網站字典，根本就冇呢個字。一定有呢個字，我轉頭 send 條 link 俾你睇，好快你就會輸得口服心。跟唔跟到啊？西貢奉天邨11號。呢個回合我輸咗，但唔代表你係最後贏家，個遊戲都仲未玩完。我哋好快都會再見。係高純度嘅碳疽粉末，而且份量唔少。